在《楚乔传》第2季的剧情中，已经和宇文悦修成正果的楚乔，跟随宇文悦回到了大魏的京都，但因为老皇帝病重的原因，导致各地藩王时刻准备造反。而元松这边也调动了自己的兵力保护楚乔，被其他的皇子认定是站在了宇文悦阵营，即将将元松发配马场。更是让楚乔没想到的是，自己那位妹妹小八竟然还活着，而且为了和元松在一起来求他。只是两人之间的姐妹之情早已经消失殆尽。那么楚乔会如何去帮助元松呢？我们话接上回，因为小八的事情让楚乔也有些心烦意乱。宇文悦回来之后，楚乔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他，然后询问宇文悦小八到底是如何活下来的。而宇文悦也如实交代，小八的容貌跟楚乔相差不多，所以当初宇文悦救下他后，第一时间是将小八当做了楚乔留在身边。之后自己被陷害，险些身死，小八才去了元松身边。而元松对于小八则是十分宠爱。稍微了解小八的事情后，楚乔便问如何解决元松的事情，总不能让这位皇子真的去看守马场吧。但是在宇文悦的心中，其实他认为元松离开京都也许是个好事，毕竟现在的大魏京都水已经十分的浑浊了，元松又没有了当初的实力，离开这里才能够安稳的活下去。当然，宇文悦并不会让元松真的去看守马场，他早已经给元松想好了一个退路，那就是前去羌湖。那个地方靠近北地，属于袁彻的势力范围，加上是羌人的聚集地，生活十分富饶，加上沿海地区气候也是很温和的，比较适合元松过去养老。听到宇文悦的安排后，楚乔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下来。这对于元松来讲确实是个不错的归宿，只是下一秒宇文悦的一番话却有些让楚乔摸不到头脑了。我明日就去安排，你要不要去送送他，去见他一面？宇文悦此时看着楚乔问道。其实宇文悦说这句话的原因，也是因为当初楚乔将元松害得有些惨，这正是一个好机会，让楚乔跟元松之间将那些恩怨说开，不至于终日自怨自艾了。你觉得我应该去见见他吗？楚乔看着宇文悦的眼睛，发现他并不是在开玩笑。看到宇文悦点了点头，就这样楚乔只好答应了下来。昨夜的雪下了许久，第2日早上也依旧没停。不过这也刚好是一个很适合分别的日子。随着2辆马车一前一后出城，他们便相遇在了城外的阳关桥上。你怎么来了？元松看着眼前那熟悉的面容，虽然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而这一次两人的相见，其实有些相对无言。楚乔沉默了许久之后，才缓缓地对着元松开口说道：“一路保重。”听到了楚乔的这句话后，元松的脸上浮现出了许久未见过的笑容。这一切应该也是最好的安排了，你们万事小心。随着元松说完最后一个字，他也缓缓地落下了马车的门帘，然后车夫一升驾，马车逐渐地消失在了风雨之中。楚乔看着逐渐远去的马车，心中同样是一阵凄凉的感觉。如今他背后那大魏的京城之中，还有哪些自己所认识的人呢？好像也没有多少了吧。几乎所有的人不是早已离开，就是已经死在了之前的岁月之中。现在的大魏皇城就像是一个十分冰冷的牢笼，让楚乔感受到了无比的寒冷，但他也只能回到这个牢笼之中，去陪伴那个他一生所爱的男人。在楚乔第2季的剧情中，跟随宇文悦来到大魏京都的楚乔，将要面对的是大魏的争权夺利。而身在燕北的燕巡，此刻也没有闲着，他要让大魏内忧和外患一个都不能少。话接上回，先前各地藩王闹事，本就是为了将宇文悦和袁彻赶回自己的驻地，但这2个老狐狸却并未上当，所以那些人便也只好安分了起来。转眼间就已经到了年关之中，大魏的京都再度恢复了一片祥和之气。京都府尹也取消了皇城的宵禁，还按照元阳的旨意减免了商人在新年期间的税赋，迫使商贾在年关之间加强贸易，繁荣帝都的经济。所以不出3日，京都再度恢复了昔日繁华的风采。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前一阵的闹剧，开始纷纷筹备起了新年盛会。本来年关到来的时候，也是百姓难得的清闲时间，但因为西北边关跟燕北的战事逐渐的吃紧，
宇文玥也睡得越来越晚，很多时候几乎是彻夜不眠，开始处理着边关的那些事情。而3日之后，袁彻突然来到了他们的府邸之中，这也让忙碌了多日的宇文玥难得的开心。而楚乔也时隔多日再次见到了这位皇子。作为宇文玥为数不多的朋友，袁彻的到来让宇文玥紧绷的心放松了片刻。两人在一起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题，因为两人出身一样的高贵，并且也都有着吞日之志和经纬之才，更是年少行情，却也都偏偏不为家国所容，不为世俗所接纳，所以两人之间可谓是同病相怜。男人之间的友谊在很多时候往往不需要多言，仅仅一杯酒，一个眼神，对方也就都懂了。这一次楚乔罕见的看见宇文玥喝醉了，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宇文玥是因为见到袁彻太过于开心，实际上是他太累了，整日奔波于大魏的各种琐事，竟还不被皇室所重视。有时候楚乔也不理解，他一直坚持留在大魏究竟是为了什么。在如今大魏存亡之际的时候，朝野依旧慌乱无道，各地的贪官也此起彼伏，大乱将至。宇文玥一直为了这些事情不断的奔波，却被他们质疑宇文玥拥兵自重，想要擅权专政，这让他如何能不寒心？这一夜，宇文玥在睡前拉着楚乔，在他的耳边咬牙切齿了许久，但最终也只能沉沉的睡了过去。而在第2日，又有一个让众人震惊的消息传出了，那就是前一阵还在死气沉沉的魏皇，近几日竟然逐渐的好了起来，神志也开始清醒了，偶尔还能够上朝去处理政事。虽然这位老皇帝看起来依旧无心政治，但却谁也不敢逾越雷池半步，因为他们都清楚记得14年前的燕北狮子王满门被抄斩的事情。不过大家也同样在想，皇帝毕竟是老了，他不是一个神仙，总归有死的那一天。如今袁彻和袁阳两人争夺皇位，谁能够赢得这位老皇帝的心意，谁的赢面也就会大一些。所以袁彻和袁阳二人都小心翼翼处理着朝中事务，打算让皇帝看到自己的功绩。而在楚乔将半醉的袁彻送出门外的时候，本来醉醺醺的袁彻立刻清醒了过来，不带一丝醉意。回去吧，照顾好他。说完这句话后，袁彻便上马扬长而去。在楚乔回到屋中后，却发现宇文玥早已经从床头上起来，开始伏在案头奋笔疾书，同样是没了先前醉醺醺的感觉。这一刻，楚乔全都明白了。虽然宇文玥对于这个国家十分的厌恶，但现在他也只能用尽他所有的力气，将大魏从那悬崖边缘拉回来，因为这就是宇文玥一生之中的信仰，其实也是对于那些千千万万生命的信仰。在楚乔传第2季的故事中，宇文玥凭借青海王的实力，在大魏中是名副其实的大将军，而这大将军却不是好当的，因为他想拥立的皇子袁彻，此刻正在争夺皇位的关键时刻。话接上回，接下来的5天，大魏陷入了非常黑暗的日子，因为战乱的不断，加上各地贪官还不断的增加赋税，难民不断的增多，最后直接导致了难民们开始了造反。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几十万手无寸铁的百姓们，在这几日中纷纷拿起了石头和木头去砸那些大户地主家的房门，而官府也开始极力的镇压这些难民。短短几日的时间，无数的人都死在了这场动乱之中。这种情况让那些地方官员和士族彻底乱套了，开始纷纷上奏，希望兵部大司马宇文玥派兵镇压，但宇文玥却直接一口回绝。先前他上奏让朝廷安抚难民得不到回应，如今为何要派兵去镇压他们？那些人也只是想要活下去罢了，你们不给他们活路，他们自然是要反的。所以宇文玥发兵的事情也一拖再拖，丝毫不去管这些事情。其实宇文玥也在等，那就是等事情闹大。因为难民所造反的地方刚好是元阳掌管的西南，只要这件事无法隐瞒传入京都，老皇帝必然会拿元阳开刀。事实也就是如此，在老皇帝得知西南难民造反之后，直接剥夺了元阳西南侯的封号，但是袁彻却没有在这个事情中获得什么好处。老皇帝竟直接委派了17皇子袁毅率兵出征，去镇压西南地区的叛乱。而宇文玥作为兵部大司马，因未能及时派兵平乱，被老皇帝责罚在了家中，面壁思过。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下来。其实这一场动乱也是宇文玥策划出来的，因此袁彻专门到府上来了一趟，指着宇文玥的鼻子就大骂了起来，骂他是个疯子。但宇文玥却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未反驳袁彻的任何话。这一次的民乱可谓是死伤无数。
西南地区的大户氏族被毁掉了10之7八，百姓们也有将近8万人死于战乱之中。而宇文越就是要用这8万人的性命去换几百万人的命，因为一旦任由元阳以他的方式镇压下去，那么死去的就不仅仅是这8万了。但经过元阳这么一搞，不仅西南氏族被尽数毁去，元阳也被削了兵权。虽然袁彻并未捞到任何的好处，但显然这一战他们是胜了，一切都在按照宇文越的计划一步步的进行着。夺嫡之路不充满鲜血，又如何能登上大宝呢？没有这8万的性命，如何能让老皇帝重视起来呢？宇文越此时就是一个疯子，每一步棋都很超乎所有人的预料，精准地打在了对手的痛处。虽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宇文越被关在了家中，但却很好的陪着楚乔度过了一个新年。司马府中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，似乎外面那些战乱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风暴的中心往往也是最为平静的。这一点楚乔知道，宇文越也同样知道。只是这样短暂安详的时光，两人只能珍惜。毕竟下一秒他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，总是会产生一些安全的错觉。那么接下来宇文越和楚乔会遇到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